妹妹有一喜事相告。之前哥哥走得急，妹妹还没有来得及禀明。哥哥不是3番2次向妹妹提及想求个1官半职吗？有消息了。不多日，哥哥便可去淮南任郡守了。淮南？以哥哥的年龄，郡守之职已经不小了，足够哥哥娶门好亲事，生儿育女。待到日后，妹妹谋得正位之时，便会为哥哥加官进爵。哥哥以为如何呀？这天色已经不早了，宫里不便留宿。哥哥回去好生收拾一番后，不多日即可离开长安去上任了。那哥哥岂不是再也见不到妹妹了？妹妹贵为昭仪，岂容哥哥多操心？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哥哥还是多为自己着想吧。可是我对那些官职他不感兴趣。什么话？你知道妹妹为你这件事费了多大的力气吗？为了傅家，不容你不愿意，更不容你不答应。哎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就按妹妹说的做吧。琼儿，夫人，送她出去。是，请吧。秋儿，秋儿，秋儿，我快要生产了，快，秋儿，夫人，永光3年，傅昭仪诞下一女，平都公主。父皇，父皇，星儿娘，我父皇呢？父皇上早朝去了呀。娘，哪来的步摇啊？当然是你父皇送给娘的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可父皇为何要送娘步摇？因为父皇宠爱娘啊。星儿啊，娘原来一直想啊，要是有一天能分得你父皇的一点宠爱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真没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的步摇呢。唉，现在娘也变成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人了。娘现在可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了。说起来呀，还真要谢谢那只熊呢。要是没它，娘可能也没有这么多的步摇。为何？娘不怕熊吗？傻孩子，哪有人不怕熊的？那娘为何可以替父皇以身挡熊呢？因为娘怕那熊伤了你父皇啊。星儿，你和父皇都比娘的命要重要。这个世上啊，不论是你还是你父皇，谁出了危险，娘都会以身相救的。来，帮娘数数有多少步摇了。星儿啊，你知道吗？在永巷拥有着步摇越多的人呢，就说明他越受你父皇的宠爱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他在永巷的地位啊也就越高。娘希望有一天呢，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步摇，那才叫幸福呢。娘，等星儿长大了，我每天送您一只步摇。我的好儿子，哎呦，哎呀，真是娘的好儿子。冯婕妤听旨，皇帝诏曰：
冯婕妤秉性贤淑，德冠后群，乃更号为昭仪。赐以印绶，在婕妤上，皇后下，位同丞相，爵同诸侯王，俸禄万担。昭其仪，尊之也。其父奉谥为右将军光禄勋，长兄长男野王为左冯翊，父子并居朝廷。四海皇天，唯德是一，无负朕命，钦此。姐姐，你我二人现在同为昭仪，本是件喜事的，可是反而让妹妹有些犯难了。妹妹指的难是什么呀？难在礼数啊。原本姐姐的身份在我之上，见了姐姐应该我向你行礼才是啊。可现在你我二人地位相同，反而让我不知该如何是好了。嗨，妹妹都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既然本朝历代没有这个礼数，那以后就免了吧。我们本来就情同姐妹嘛。那么以后啊，我们私底下还一样以姐妹相称吧。外人面前，我们就点头示意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好啊，姐姐所言甚是，以后就照姐姐说的办了。妹妹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刚才还说巧呢。我刚听说姐姐诞下了小公主，特意做了些饼饵，前去看望你的。妹妹呀，真是让我感动，太难得了。现在宫里啊，谁不知道，陛下身边最信任的人就是妹妹你了。冯家父子同朝议政，富贵无边了。看姐姐说的。我呢，因为诞下的是公主，陛下就快把我给忘了。瞧瞧妹妹的肤色啊，越发的水嫩透白了。瞧姐姐说的，皇上不过是这几日才连连留宿合欢殿罢了，原来还不是姐姐最受宠。姐姐还不知道我吗？我自入宫诞下杏儿以来，一直独守空闺好多年，连我都以为早被皇上遗忘或者厌弃了呢。真没想到，上次出了受院一事以后，皇上竟然还会连连的召幸我。唉，想起来真难以让人相信，好似一场梦似的。皇上也真是的，原来那么宠爱姐姐，现在姐姐产后虚弱，怎么能不来看呢？陛下现在哪儿还有心思在我身上呢？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妹妹你身上呢。要是陛下愿意的话，我倒真想分一些宠爱给姐姐。阿元，你真不愧是我的好妹妹啊！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好，痛快！傲儿今日之吟唱，无愧于开国君主的气概啊！啊！太子学业精进，太傅功不可没呀！陛下所言极是，傲儿语言辨析能力确实大有长进。下官只是尽了应尽之责。太子天性聪颖善悟，巧计明辨，乃有大为之人。傲儿自承明殿进学以来，为他受读过的太傅有很多人，爱卿是第一个夸奖他的，朕也是第一次亲耳听见。若不是今日亲眼所见，朕还难以想象傲儿的进步会有如此之大呀！哈哈，爱妃，我与太傅还有话讲，你先带太子到承明炉歇息片刻。是。
爱卿不负重托，调教有方，太子学业大有长进，朕应该好好谢你。哦，下官不敢。陛下留我，不会仅仅为此吧？朕没有看错人啊。爱卿此次从西域归来，身上又多了栋梁之气，日后必有重托。为大汉社稷，臣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哎，对了，爱卿，择日回府上看望萧侯爷。他为人耿直，在朝廷为官鹤立鸡群，桀骜不驯，这样不宜与群臣相处啊。家父历来视我为逆子，未必会听我的劝解。当解则解，不当解，朕不会难为你的。启禀夫人，叶廷给您派了位新的舍人，现在正在门外等候求见呢。放肆！没看我要出去吗？不见！奴婢该死。拜见夫人。你是谁呀？抬起头来！大胆！夫人叫你抬起头来，你没听见啊？你是哥哥，都退下吧。是。夫人，我还能叫你哥哥吗？妹妹，原谅我，我只能这么做。你是我心中比生命更重要的人，我不能失去你，我要留在你身边呢。留在我身边？我已经越剧下诏，我说过，你随时都可以进宫来见我。你还想怎么样？这还不够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不够，这远远不够。我要的是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，而不是每天焦虑不安的等着见你的日子。每次见了你之后，我又那么绝望，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。这种日子我心里不踏实，所以你就宁愿放弃你自己，放弃你的一切，甚至于放弃做一个男人，是吗？是。自己现在人不人鬼不鬼，男不男女不女的丑样子，你值得吗？值得吗？值吗？妹妹，值不值得对我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现在可以时时刻刻守在你身边。在你危险的时候，我可以冲到前面保护你；天冷的时候，我可以给你披上衣服；天热的时候，我可以给你扇凉。我又可以守着一个活生生的你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是你想要的吗？不，你是在害我。我知道。
你在怪我是吗？你是在怪我不了解你的心意，不应该让你去淮南当郡守。你处心积虑的是在怪我，你让我难受，这是不是你的意思？你在恨我是吗？你是不是恨我？你让我痛彻心扉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是你的目的？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妹妹，不是的，妹妹，不是的。你为了自己免受思念之苦，你不惜让我每天看到我的哥哥变成了宦官的样子，这就是你的目的吗？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？为什么？妹妹，不是的。不要叫我妹妹，我没有你这个哥哥。我的哥哥，他叫傅子渊，他从小陪着我玩，处处让着我，出门就领着我的小手的男子汉。他是一个小大人，他不是一个附舍人。妹妹，你走，从你穿上这身衣服开始，我的哥哥就死了。你不再是我的哥哥，你走，你不要再让我看到你，你走。妹妹。阿瑶，我教你认字好吗？真的吗？你真的肯教我吗？我要成为最上面的人。天底下最上面的人只有皇帝。那我就要成为和皇帝并肩走的人，我只服从他一个，其他的人都要服从我。傅舍人，你就不必去了。夫人有旨，把东西放下，你就可以退下了。哦，那有劳琼儿姑娘了。哎，还有傅舍人，夫人还吩咐了，往后一日三餐饮食起居就交由其他人，若无特别召唤，傅舍人可不必前来。夫人，琼儿已经照您的吩咐将傅舍人支走了。明日再替我传旨，将傅舍人调往本宫的后花园，日后专司花草之职，不必再到前殿来了。是。可是夫人，你既然不愿意傅舍人留在宫中，那为何不索性让叶婷把他调往别处呢？调往别处，那恐怕我连这么一个不健全的哥哥也没有了。知道吗？哥哥从前身在宫外，每逢雷雨交加，这心里总是忐忑难安。我总是在想，妹妹最怕打雷。现在她是不是又一个人躲在床上不敢睁眼？是不是有人陪着你？
是不是有人给你关窗，给你捂耳朵呀？如今啊，我再也不用担心了。哥哥，妹妹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哥哥在呢。看这御花园，前几日来还是花叶寥寥的，今日再来，已是花团锦簇了，仿佛一夜而成，真是奇妙啊！怎么会是一夜而成，一蹴而就呢？只是因为你并非日日来观看罢了。眼前的这些花儿啊，都是在无人问津的时候努力开放，才有了眼前的这般盛景。说得对，还是姐姐想得深啊。再多的花，也只不过是平分秋色，怎比牡丹，花中之王，一枝独秀，雍容华贵，只需要一枝，便足以艳压群芳，为人所仰慕了。一枝独秀固然难得，可是要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吗？至于花中之王，那完全是强加人意罢了。花儿本身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呢？拜见皇后、傅夫人、冯夫人。太傅请起。太傅这个时候怎么有空来上林苑呢？回禀殿下，方才圣上有急事召见，就留太子及各位殿下在承明殿背书。下官现在正要赶回去。我倒有一个主意。不如我们跟随太傅去上林苑看看这几位皇子，意下如何？好啊，好啊，那就有劳太傅带路吧。走吧。殿下请。妹妹，请看。哥哥觉得我老了吗？妹妹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儿子都那么大了，就快到色衰爱弛的时候了。妹妹，别这么说，你呀，不老，而且美艳尤胜从前。妹妹，女人在你这个年龄啊，那正是褪去稚气、显出风韵的时候。圣上呢，只是图一时的新鲜，等这新鲜劲儿一过，自然会回到你身边的。圣上乃是集万千疾盼于一身，渴望得到他恩宠的女人，又何止千百？我怎么会为这事儿想不开呢？可曾经拜倒在我裙下的男人也离我而去了，我想不明白，想不通啊！不行，我不能这么认输，绝不可以输给他。哥哥，可否帮妹妹一个忙？哦，妹妹尽管说。你帮我去把萧玉找来。萧玉？就说是康皇子学业上有问题请教。哎呀，妹妹，此人孟浪，怕不会给你带来好处的。哥哥，我好。烦请禀报大人，依兰殿公公求见。大人，依兰殿有位公公求见。
依兰殿，请。叩见大人。免礼。大人，傅夫人有事劳烦，特命奴才前来相请。傅夫人身居永襄后宫，下官造访恐有不便。傅夫人只想问一下皇子的学业问题，不会有麻烦的。下官知道夫人要问什么，但下官要说的那日已经说明了，无需再问。公公请回吧。我看大人还是去一趟的好。你你是傅子元？大人记性很好。你怎么会？昨日的傅子元已死，如今站在大人面前的是傅舍人。就算再怎么深爱一个女子，你又何必被她做到如此地步呢？在下不配爱任何人，只要能和妹妹朝夕相处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值得吗？在我心里，为她做任何事情都是值得的，可她需要的却是你。萧大人，夫人这首曲子是专为大人所奏，向您倾诉衷肠啊。请。这是我谱的新曲，特意把萧大人请来，向萧大人请教。多日不见，夫人的琴艺大有进步，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勇将配良弓，再好的琴艺也要有好琴配才行啊。此琴，大人还记得吗？此琴乃皇上挚爱之物，是皇上亲手所赐，以示对夫人的隆宠。不错，我在永相的宠爱是无人能及的。
说起来，我这一身琴技还多拜大人所赐呢。哪里？是夫人天资聪慧，感悟超凡罢了。萧大人，可否再帮我一个忙？夫人如今的地位尊贵显赫，又何必欲求太高呢？欲望是无止境的。大人的意思是不是说不想再帮我了呢？夫人可曾听说过民间的一句话：“人心不足蛇吞象。”夫人还是好自为之吧。萧玉，小玉，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内心吗？你不知道我是真心喜欢你的吗？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铁石心肠呢？谢夫人一番美意，萧玉恐怕承受不起。小玉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王正军究竟给了你什么？富贵、权势，为什么他能让你这么对他死心塌地的啊？够了！夫人保重，下官告辞。小玉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让你对你所做的一切后悔的，一定会。恭喜君侯回朝，您别来无恙。父王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免礼平身。谢陛下。君侯在家中静养了多日，精神可安好些啊。日后还要仰赖你为社稷效力呢。老臣闲职家居，一身轻松，倒是返回朝中，仍见命臣当道，心情甚是沉重啊。各位爱卿，用膳吧。上士，舞刀柱如何取食？取出来！此君大肉，君倒不满了。逝者偶失刀柱嘛。君侯也不必如此意气用事嘛。啊，来啊，上柱。哼！看他这副样样不乐的样子，哪像是能够臣服少主之人呢？萧大人，请留步。你听我把话说完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呐！哼，适才的事情，无论是皇上有意为难也好，是侍者无意疏忽也罢，本来只需谈笑几句便可轻松化解，你偏要大声斥责，让圣上大失脸面。像你这副傲慢的性子，把所有人都逼到了对立面，只怕你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。就凭你这个不孝子，也配来教训我？滚开！不再是父子关系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
朝廷大臣身份尊贵，不可乱开玩笑。至于萧望之，今天他的所作所为，你就应该明白，什么是使功不如使过。父皇，何为使功不如使过？功，就是指有功之臣。像萧望之，他是你爷爷孝宣皇帝临终前亲自任命的辅政大臣。为朕做过8年的太傅，所以做事居功自傲，不好驾驭。必要的时候，要给他些颜色看，让他好自为之。为君者不可姑息呀，姑息足以养奸，这一点你要记住。是。过是指那些犯有过错的人吗？正是。有错之人、归降之人，他们心存戒慎，做起事情来会更加的卖力。主人不用挥鞭，他们也会自告奋勇，比那些有功之臣更好驾驭。像萧望之这样的人，自以为是，连朕的旨意也时常的不放在眼里。再这样姑息下去的话，恐怕会更加跋扈难治啊。那父皇打算拿萧望之怎么办呢？朕封他为关内侯，表面上看是抬高了他的地位，其实是剥夺了他的实权，让他以列侯的身份坐实俸禄而已。但愿他能够知慎，好自为之啊！若非朕念他立过大功的话，定会治他严罪。周礼中提到，驾驭群臣有8柄：绝禄废制、生杀予夺。这8个字归结起来就是赏罚2道。赏，所以劝善；罚，所以惩恶。赏罚之道，乃是为君者手中的利剑，须臾不可放纵。这一点你要严禁。萧望之不是萧太傅的父亲吗？父皇与萧太傅交情甚好，却准备暗中对付他父亲，这是不是违背朋友之意呀？敖儿，你要记住，在皇权面前，一切都可以抛开。萧望之思结朋党，伙同光禄大夫周堪、给事中刘向、侍中金常等人，诽谤大司马史高离间陛下的骨肉亲情，意图专擅权势。这等不忠之臣，不可再姑息呀！师父教导了我8年，用经书开导我。我已经无辜罢黜过他1次了，惹的是天怒人怨呢。那天，萧望之在殿上就为了分肉的小事斥闹，全然没把陛下放在眼里，陛下可要当心了。若任由他跋扈越礼，将来大臣们群起效法，陛下该如何服众啊？不如就借这件事情，好好的挫一挫他的傲气。中书令所言有理，依你看，该如何处置啊？应由业者招至廷尉。皇上传旨将关内侯萧望之下狱，中书令石显正带领大批人马去萧府拿人呢。素闻萧大人生性刚直，怎肯服罪入狱呢？此番受辱，怕是熬不过去了。
萧太傅呢？他知道消息吗？事关机密，庭中此刻尚无人得知。萧太傅今夜在承明殿当值，我现在就去通知他。我去劝解皇上吧。不可，殿下若贸然去劝说，皇上定会起疑。殿下是如何得知这个消息的？到时候落得一个交通宫禁的罪名，殿下恐怕自身难保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总得有人劝告皇上啊。今夜是个坎儿，如果能够平安度过，明日可托朝中大臣做说客。如今最要紧的是劝萧君侯乖乖束手就擒，千万别中了石显的激将法，而做出不理智的事来。皇后何故深夜来此啊？萧太傅，你父亲出事了，你赶快回去劝萧君侯暂时委曲求全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从牢狱中解救出来的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能仔细点告诉我吗？石显奉命去捉拿你父亲，再拖延下去，萧君侯随时有生命之忧。